用上简单的回说，教大家安怎分真假甜香，佮有品香的方式。伊是甜香达人施文静和中华甜香产业国际发展协会共同解决几十年甜香的困境。这边已经有开发完整的快速结香技术，它可以18个月就可以结香上市，可以达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另外，嘛有演示名教民众安怎种到制作成品，嘛邀请雕刻大师李文武分享艺术创作。变成工艺品还是说这一些文创商品，所以这一些文创商品它的产业就相当大，可以使用了。甜香有个经济价值，对1公克20-30块到20-30万拢有。透过课程来教大家，莫去用骗去。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